雖然出去搏一次髮起碼都要幾千蚊，但係好多愛靚嘅人士都會定期去專業搏髮嘅鋪頭轉一轉髮型，尤其係髮量少嘅朋友仔，仲會覺得搏髮係必需品添。對於咁龐大嘅市場，本學院就開辦咗搏髮全科證書課程，幫助想增加收入或者轉換工作嘅你。無論你係專業髮型師定係零基礎，呢個課程都可以令你由淺入深咁去了解整個搏髮世界。我哋嘅專業導師有多年教授搏髮嘅經驗，仲會一次過教你7個搏髮嘅方法。除咗手法，專業理論當然唔少得啦。不論頭髮嘅生理結構、脫髮嘅成因同養髮方法，都會同你詳細咁一一講解，幫你應對唔同搏髮需求嘅客人。等你可以輕易成為更全面嘅專業搏髮師。當你完成課程考試合格，仲會得到一張國際註冊人才庫協會專業搏髮師證書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銜接多張國際證書。我哋仲係香港首間可以考取 ISO 9001搏髮師資格嘅學院，務求最短嘅時間令你成為最專業嘅搏髮師。